来关心凯美风台影响台湾，这嘛影响咱的汉光演习。空中操演的部分拢取消，也毋过平湖今日早起透早地面也各有是大射击，也是照常举行。另外昨昏金门的汉光演习嘛头改模拟金门机场伫暗时啊受攻击，金防部头改演练安怎保护咱的关键基础设施。凯美风台来影响汉光演习，暗过伫平湖定岗操演，取消空中兵力演练，暗过地面加实弹射击，伫透早5点半也是照常举行。金门汉光演习站也是无停落来，在跟航警做任务的交接，那交接的内容大概就是突入的机降的敌人，他因为这个跟航警接战之后，航警状况不利，退守到塔台的。金防部40年来第一摆伫金门上基机场实施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演练，模拟航站后敌军演习，用机甲方式攻击。国军结合地区警力甲航警加应援部队展开攻击，用夜视装备导致演练稳固夜战效能，最后肃清机港敌人，恢复航空站正常运作。总统赖清德昨夜亲身去花莲巡视汉光演习第一站，到负责战略保存的嘉山基地 F-12演练战略总挂，基地也展示指挥机制运作。第一站千军沙顺势大量上环救护，模拟强军打击花莲基地，官兵真侪人受伤，现场说严重分类针对详细状况区分马上治疗、简单治疗，也加紧启动后送机制，透过实战化演练严正救护量能。第一台南2架战术直升机甲2架超级本事前攻击直升机降落，官兵伫边警戒。航特部603路伫台南码头一个庙市广场，油罐车、载重车装燃油、火箭弹，利用有限空间设补给点，替4架战斗直升机进行载加油加挂弹作业。直升机起降，声音真响，互咧霹雳扇大风。看民众拢感受到威力，未少军事迷特别准备点响器材，近距离记录国军直升机起降。真的要支持他们，这样子为我们台湾做奉献那些精神。国防部强调，今年汉光演习重要是上大化接近实战演练，期间拄到风台因素，会看海空状况机动调整部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